突然怀念起石榴来了。那我去给祖母找石榴。傻孩子，这寒冬腊月上哪儿去找石榴啊？祖母，您就等着吧。哎，我去了。哎，花花，花花，你。 阮妹妹，我害怕。哎呀，怕什么？你说厨房里不会真的有贼吧？有我阮绵绵在，谁敢进咱们府？干他！哎，嘘，走！3、2、1，抓贼啊！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这么晚回来了？小姐，你大半夜翻厨房，不会是饿了吧？这宁寿府怎么连宵夜都不准备？就是，才没有。我在找石榴酒，之前别人送的，放哪儿了？啊，小姐要喝酒？没有，快帮我找出来。哦，哎，小姐，你要石榴酒做什么？祖母想吃石榴，可你看这寒冬腊月哪弄石榴啊？只能另寻他法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小姐是想做面团石榴，然后加上石榴酒。聪明啊！嘿嘿。祖母，花花，快猜猜，我带什么来了？我把石榴找来了。大冷天的，上哪儿找石榴？哎呦，这孩子真的给祖母带石榴来了。哎呦，祖母，您怎么了？真没想到，还能尝到石榴的滋味。